双十吊桥摇啊摇，咱人系善愿做善事，定定是系愿要铺桥造路，互大家享受交通的利便。嘉义就有一个专门在铺桥造路，互人行的慈善团体。毋过，我即马要绍介的是一个人称吊桥大王的大善人王连基所起造的双十吊桥。双十吊桥是伫南投草屯，伊下过乌溪，连接平南里甲双东里。伊在乌溪是溪底深，水岔流，交通不便。早期有设流笼、载人甲一寡轻省的货物。伫1949年，大善人出钱出力，起造这条全国上长的吊桥，互大家方便。这条桥有360米长，桥面铺200块10公分高的大插板，铺伫下骹30支花娘顶悬。花娘用几十条大条歪仔绳吊吊咧，人行伫顶面会摇啊摇，嘛会心嘛心。有人讲真好耍，有人行甲面仔青顺顺，这就会当看出这个人的胆是大还细。其实过吊桥有撇步。过桥的时，目睭毋通看桥骹，桥骹的水深汪汪，愈看会愈软骹。这时爱心肝掠定，目睭看头前，一步一步看看行。乌溪光景暂时放一边，目一年360米连绵就行完。桥过路，提心吊胆的心甲胆，应该互因神归堪，佛归庙，安心来欣赏吊桥的好光景。为吊桥看为乌溪的水头，就是青翠的火焰山甲蒙白山。乌溪名乌，毋过溪水无乌。是青冷冷、白泡泡，水尾嘛有脚踏车专用的小路，甲电车公园，咱会当安心佚佗规半步。作者曲文石。